母亲呐，祖母。谁敢此爱俩全家？谁敢此爱俩全家？孙儿枪法已经全部学齐全了，更加的发枪，你呀也是也好了。祖母啊！有小人儿请到祖父，我一听我的祖父面头前练发枪，我呀，我的发枪比祖父去喊他多。哎，我哩不可乱讲话，不可让你祖母的心烦呐。我
祖母，佢怎么欠我咧？我呀要亲上祝福。从小到大，我就冇见过祖父恋爱，父亲也冇见过，你系用办做的啦？母亲啊！天下英雄西风起，故将上挑来迎。父亲啊，嘿看彩色，有心必能亲到见。启禀老夫人，我背来了两家人讲来见你，讲是要来家了。佢係哪位來嘅？记得讲对外公差来嘅。母親，上亞公差，你也不言，而你係無家良本嘅，強強記條，唔係三百干曉嘅啊！驚佢乜計啊？偏係伊那個花槍，我係叫佢到轉去。請問，問得亞公，下義氣，咩水用？就是天下英雄。你應該先搶記得一種說法，再作道理倡議。母親，快快有搶！快快有搶！曉得。太王君臨泉，前來加軍糧。經過老夫人不用道理，謝夫人。兩位壯士，但不敵來此，所因何事呢？老夫人啊，因為隋炀帝無托，黎民塗炭，亞公差為民除害，我兄弟今日奉了神差命令前來加糧。老夫人啊，也一眾之主，相信你唔會推辭吧？錯啊，應該唔會推辭吧？上你亞公差，下義氣，咩幹權，算起來，
人民百姓皆平常，老身哪有误假之意？两位壮士放心了。老夫人真明大义，真是可敬啊！令人尊敬了。夸奖了。老夫人请坐。我看你眼内白烈多强，唔点你负伤，马上康复啊！我家三台全部好补啊！错啊！你一家三台全部都是发强。哦，小公子啊，你也会使法强啊？嘿呀，咁唔表演一下，本来就开眼界。哎呀，我爱就看哪里啊？好。我一家人练发强，几无聊诶！两位阿叔，不如你乡下来练发强，你哋相宜好啊？小公子啊，你俩系看唔起爱到兄弟啊？小公子啊，你还没有让俺的兄弟比较啊？对呀。我哋不可不理呀，孙义不可一次啊！祖母，你放心。莫要紧，我爱看看小公子嘅武艺。阿叔，请。好，来来。来打呀！问题，我外老给打。阿哥啊，来看，俺那两山穷下来给打。用啥穷阿姨咁做的？冇要紧，阿叔你就乡下来。打佢！打佢！来，好，打佢！喂，我不懂哎。不好啦，不好哎。你打，打佢啊！困住！看到。要停下哟！喂，打了，压你来啊！好，压你来，打你！嘿，啊！
好想法。好想法。老太啊，哎，你看这个想法无？我感觉亲像当初是样的嘞。唔是讲咧，老太来看得清楚。小公子嘅想法吧，留喺你老孙老太嘅想法，同样。哎，错哦，对。啊，两位壮士，文堂啊，讲赛，英雄甚多，无义出众，何不讲出老身念文呐？哦，老夫人你爱谈啊？不错，跟你讲不你谈，好，老夫人唐人啊。天下英雄十牙讲，盖盖随国无义强。乱世之人几谁让？群雄齐心尽秋光啊！尽秋光。啊，家结拜为弟兄，结下46个好英雄，虽为见义情义浓，山东河家嘿秦琼啊，嘿秦琼。还有哦。阿公，你能为呀修想，少年英雄王八蛋，大英雄心机不话义强，罗心发强不话义当，来不话义当。老身，但不得呀，老身，佢太年纪呀，系啊，佢太年纪。哦，震动长春年少啊！哦，算来年强自卑咯。但不得，呀，我国才还有何人会司法穷啊？有你他。罗生虽言那何不义，何不义？大将要会死脸皮，是哪里？那刚发枪我虽不敌，虽不敌。还有英雄路路你，路啊路你。老你，嘿哟，老英雄老你，可是我父亲啊，祖母，今日我祖父嘅命嘛？是啊，世界上穷命穷乡人真多啊，两位英雄也老你，但不得结太年纪，家己何妨呢？这个好，该只老你啊，家出是传权，年高发达60有一嘞。嘿，记，冇错，一天我父亲啊。不错，强命强乡强地方，还强势发强。阿叔啊，这老姨唔咩骗人，就是我的祖父，我的祖母啊，亲记亲到42年咯。这个哎，莫该这个那个，先拜见白妹。哦，来。白妹蔡松信义太礼参拜两位出去，快快抢抢！恰白妹，武太啊，俺你哦，手伫俺你山当过，有只青白梅啊，就唔是谈到
你啊该啊，你这是真的吗？我可能唱是真嘅，就凭小公司嘅唱法啊，应该就唔系假嘅，真嘅。咁安樣哦，個羅伯夫人就騙你哦。哦，難怪哦，小公司嘅唱法咁厲害，原來佢世界係老家唱法啊！阿叔，唔係哦，係強家唱法，戀愛祖父嘅唱法，又是祖母教佢嘅。不可多言。母親就該唱兩位總是送信非常長氣。錯啊！就老教兩位賢士，非眾亞講在，以他老二講，南洋強勢規矩，大德義順，即刻到亞講在簽記。佢倆又會向下送到嘅呀？挨掉飛山奔波伯夫啊！娘接北美，上山一家團圓。有咯，故事了。是我以太陽送下曉得。老太啊，呀，拜亞公菜就鬧熱了。唔好講你，進來去報信啦，兩位總是搶。多謝。好笑。祖母啊，總算請到祖父咧，哎呀，是真歡喜呢。母親，今日喜慶天公，夫婦母親撫養兒孫，一番嘅苦心呐。錯啊，為娘愛，咩滿心歡喜，想不到義父遠在天邊，卻困在身旁啊！但不敵。那兩是犧牲前往亞公差呀，瓊兒，你先意落飯，兩人帶了為娘書信，告把你父親，恨佢即刻下山，親身迎接為娘，係成一匹馬，快去，曉得。